3A 啊，好似問阿媽咪先知啊。3A 啊？你係咪有翻去游水啊？啊？你有冇翻去游水啊？暑假先有，依家都冇。嚟啦嚟啦嚟啦！咩泳會㗎？男子甲組、女子甲組50米自由泳決賽第一次召集。男子甲組、女子甲組50米自由泳決賽第一次召集。男子甲組10米蝶泳決賽名單，第一線程曦袁宗，第二線劉卓橋拍球，第三線大浩神青年會，第四線鍾柏軒湯國華，第五線黎卓琪拍球，第六線梁君浩湯國華，第七線陳兆峰鄧佩瓊，第八線黃浩森郭德偉。頂啊！頂啊！係咪115啊？116喎。女子甲組10米蝶泳決賽名單，第二線會唔會太自由啊？中，第三線太自由啊！鄧佩瓊，第四線陸卓儀雙中，第五線兩個 hit 喎。郭一偉，第六線係啊。白球，第七線李以瑩伊中，第八線馬慧欣陳振夏。加油！佢可能身體有陣香味，跟住停咗落嚟，係啊，係個踎嘢嚟㗎。男子乙組10米蝶泳決賽名單，第一線盧麗瑤雙中，第二線李俊彤魏志，第三線陳一賢發球，第二線黃成希陸吉，第五線陸希李兆基，第六線徐浩志足球，第七線彭卓希鄧佩瓊，第八線安息博青年會。邊個？哎！男子甲組、女子甲組10米自由泳決賽最後召集。男子甲組、女子甲組10米自由泳決賽最後召集。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